囡仔唔通无教导，你用车拍伊，袂治到死；你用车拍伊，就通救伊的灵魂免落阴府。我的囝，伊若心有智慧，我的心的确真欢喜。你的嘴若讲正直，我的心肠也要快乐。你唔通心善歹人，独独就通日敬畏耶和华，因为要有将来的报应。你的愿望也袂断绝。我的囝，你着听，若有智慧，佮引带你的心伫正直的路。好啉酒的，贪食肉的，你唔通甲伊往来结交也做阵，因为好酒贪食的，要治到丧凶；爱困的，要治到穿破衫。你着听叹生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的时，你老母老的时也唔通看轻伊。着买真理，唔通卖出智慧、假释、甲明理，也着安尼。义人的老爸要大快乐，人生着智慧的囝，要因为伊来欢喜。你着互你的老爸母欢喜，互生你的母快乐。我的囝，就将你的心献予我，你的目睭也着欢喜我遐的路。第二段是以弗所书6章1到40。做囝儿的，恁踮伫主，着顺叹恁的父母，因为这是应该的。着尊敬你的父母，这是头一条含应允的戒。要互你行通，长岁寿伫世间。做老爸的，恁唔通激囝儿的生气，独独着用主的境界甲教训来培养因。咱圣经读到这，下面咱请萧崇义牧师来甲咱证道。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这是咱三个的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一生的主日，我能当为你到这你面前，过来敬拜你、朝见你、服侍主你。这是阮做上帝你的子女上大的福气。恳求上帝帮助，互阮今日是礼拜中通过上帝你的话，互阮能当通过你的话，互阮更较亲近你。会当知你是阮天顶的老爸，不时拢是照顾阮，互阮会当真放心，将阮的性命交到处理。恳求上帝即时通过你的罗卜所讨办的话，互听的、讲的，拢平平得到利益。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8月7日是爸爸节我只代表咱教会所有咱在座的爸爸讲一句父亲节快乐爸爸节快乐。希望所有爸爸拢会当得到上帝的恩典、平安、喜乐、到愿望。今日是总会所定的咱有一寡纪念性的主日总会将8月第2主日定做幸福家庭主日。2天前就是8月7日，就是父亲节，所以就教会咱即纪念幸福家庭主日的时刻，以及咱是属灵大家庭中间，咱要来守圣餐的时，我特别要用亲子之间这讲题来甲咱大家分享。在教会甲社会中间，原本咱真少去庆祝爸爸节。咱知爸爸节是对什么时阵开始来庆祝？我想真少人知啦吼。母亲节上早母亲节是1914年，爸爸节上早的人提倡是在1909年不过到1972年，美国总统卡特才宣布做父亲节。是中国是咱民国1945年
只要就开始有爸爸节来庆祝。啊，毋过爸爸节通讲，咱真少来庆祝。一直到去头20当来啦吼，啊，爸爸节开始受到重视，总是比迄个普世性的母亲节、爸爸节受重视的程度，我想较无明显啦。哦，大家较毋遐尼重视。有一年阮的教会去举行爸爸节的感恩礼拜的时，牧师娘是遐去找诗歌。特别要青少年来献诗，今日的青少年嘛拢来献诗，来感谢爸爸对咱的养饲。无像咱这找这歌的时，是讲圣歌对爸爸节要找歌的时，特别讲哎呀，甲我讲恁做爸爸真可怜的，母亲节歌要找真容易，爸爸节真困难。后来伊找首诗歌了，改歌词，搁甲编词啦吼，然后来为着爸爸节的感恩礼拜来献诗吼。有影，为什么老母的节期大家较纪念，爸爸节大家较无纪念？我想有几点啦，咱会当来想啦吼。第一，做老爸安怎？通常拢安怎？较严格啦。严父啦，拢是较严格的老爸。第二，家庭生活踏地地，所有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啥物人的身上，拢是妈妈对，敢毋是安尼？一无形中间，囡仔对较依赖的是啥人？是妈妈。第三，妈妈为了囡仔有怀胎这样的一个辛苦所以通讲。所有的妈妈对这个囡仔所生出的囡仔是讲，伊是伊的心肝宝贝所以对囡仔所付出的心力，我相信毋是这个做老爸的相比平所以今日所有这个囝儿对老母遐尼尊重对爸爸好不怎么样的话我不以为意啦，因为确实妈妈付出相当的代价。对社会生活的形态即改变，现在妇女妈妈。有真侪人也是朝九晚五了，所以咱即阵看见咱所有的家庭，双薪家庭已经愈来愈侪因为安尼，就阮的教会，也是讲这小会开始要提倡，所有厝内代志应该是全家的人三角来分担啦，毋能干爸爸妈妈，咱嘛忙囡仔来分担。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阮妈妈爸爸教我。你家己食的碗，家己洗。所以我是细汉的时会晓啥？会晓洗碗有看见妈妈去煮菜，有当时妈妈这菜变哪煮我会来讲，我嘛来学者我是国校1年的时，就会晓煮饭。煮饭毋是遐尼简单嘞。你看我要70岁国校1年的时，那是50-60年前。煮饭用啥物煮？用起司夫啦，有你知那知有起司夫啊，是大年纪跟我差无偌济你就知国校1年我就晓煮咧所以讲，今日咱厝内踏地地，毋是干那妈妈的工作，是咱全家拢爱工作，咱分担这个工作。假是囡仔的工作，拢是。爸爸妈妈共同的责任，这款的改变，爸爸甲囡仔的3到10的时间增加，也互囡仔发现爸爸也有真温柔、慈祥的一面。相对的，爸爸甲囡仔这个关系会愈来愈亲密所以我们多帮助孩子一点，我们爸爸就跟孩子关系会更好我之前做阿公才知影讲我以前做老爸实在是做了无起啦，佮拢是牧师娘在做我嘛足无用，迄阵嘛去拜堂嘛，佮无观众啥足无用所以大部分拢是牧师娘在做，我干那为做一项，
中华囡仔吼塞车塞来遮来中央幼稚园甲放咧，我就回家了。这是我的工作，一天的工作。总是到我的囡仔读国小6年的时，我感觉开始，我的囡仔因为是文化国小，文化国小吼有网球队啦，毋过敢若3个，无4个我导出来比赛。文化国小算网球的重点学校，毋过敢若3个，我甲老师讲，安好，我来培养我的囡仔吼，我半年互伊出来比赛，所以开始对我的细汉囝。国小6年级，我给教伊拍网球，半年就出来比赛吼。到高中的时，我拢陪囡仔大汉甲囡仔拢甲因教网球。所以我的囡仔吼，伫民道高中吼，我莫斯林伫民道高中教册，因的老师吼，毋过伊拢第8堂课拢回家啦。为什么？我拢是今年大学甲阮囡仔教网球，教3档。后来一起国中拿到个人赛第3名团体赛他们学校得到第2名，因为安尼就会当读体育班，继续拍网球，后来去高师大读册甲研究所，后来现在是林口高中做老师其实过程中间，到即阵我的囡仔幼园，伊讲爸爸，今仔有时间无？咱来拍球。我即款的关系就愈来愈好，所以讲，今仔所有咱家庭父母照顾囡仔是咱应该，老爸老母拢应该来培养咱的囡仔。圣经特别有讲起，诗篇127篇第3节，伊也讲起，囝儿是耶和华所赏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伊，互伊的保守。一只毋若强调囝儿是上帝所赏赐的，咱并无所有权证啦。其实另外一个真深的含义，囝儿是上帝的赏赐，有真深的含义是讲一具有圣经中间一经济体系内面，一个以色列人对耶和华所得的产业，大省是应允的土地。这个土地，互伊会当伫耶和华的国度生存，得到平安，确保。你有这块土地，你若无囝儿无法度总是若无囝儿，这土地就失去。所以子孙代代是上帝所赏赐，有这款两重的意义毋那是上帝赏赐你的产业，赏赐后囡仔，你才有这个土地，只有双重的意义上帝为什么要互你产业，互你囝儿？是因为人。对上帝忠心信靠，因为安尼来得到上帝欢喜，上帝是赏赐囝儿互伊。所以囝儿既然是上帝所赏赐的产业，那安尼咱做老母的、老爸的，就应该共同好好来教养咱的子女，互伊会当对细汉到老拢无偏离主的道路，真侪上帝所欢喜的对象。我想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的老母、老爸的心愿。那咱明仔来负起教养囝儿的责任。对囝儿，咱所读圣经中间，我要特别搁是定2方面来探讨，并且咱互相来鼓励。第一方面就是讲起做人父母的，必须要负起管教的责任。咱做父母的人，都要负起管教囡仔的责任。圣经中间常言。真肯定，甲咱讲起，做老爸老母的必须负起管教责任。今日咱所读的箴言23章13节到14节有安尼讲起。安怎讲？伊讲囡仔毋通无教导，你用车拍伊，袂抵到死；你用车拍伊，就通救伊的灵魂免落阴府啦。所以这是真严肃的代志。你若无教，有可能你的囡仔歪出，互伊免落阴府啦。所以要教示你的囡仔，互伊免落阴府，伊的灵魂免落阴府。新约圣经中间的希伯来书12章第5节到第7节，也是安尼教导咱，而且真清楚来教示咱讲，其他咱用中文来读者好啊。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希伯来书12章5到7节，请。你们又忘了那欠你们如同欠儿子的话，
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上帝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接着第11节，咱过来看，预备来。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他精炼的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是，咱去管教咱的囡仔是，囡仔吼无欢喜啦。啊，不过通过咱的管教，可以行到主的道路。以后会真感谢老爸老母。我特别感谢老爸是安怎？伫细汉带阮做家庭礼拜，我伫到离开故乡，我的爸爸对我捌代志的时，就开始带阮逐天家庭礼拜。所以以前圣诗513首的圣诗吼，阮拢是一首一首地读。啊，照圣经公会读经表，阮在读吼。啊，所以我真真感谢上帝。所以呢，安尼啊，阮遮兄弟姊妹，大家拢是教会真好服侍。我的妹妹嘛是牧师，啊弟弟啊哥哥嘛是长老，啊，阮的第7代嘛做传教者。哦，所以真感谢上帝，通过这款老爸对阮的管教，互阮知一生中间上要紧的，就是敬畏耶和华。你就要得到不尊贵甲活命，哦，这是我对老爸的感谢。今日咱所读的圣经箴言，23章15节到26节中间重复出现15节、19节到26节，在这个经文中间表示作者对囝儿的教育的关心。在经文的中间也记载着老爸老母对囝儿的期待，这也是老爸老母应该变成管教囡仔的方向。我只提出几点来跟人分享。第一项，就是讲咱来互咱的囡仔思想正确，会晓明白是非啦。特别23章15节，尤其是在咱这资讯发达的时代，更加爱互因会晓安怎来思考，同时也有正确的价值观来判断。所以作者劝勉囝儿会知安尼讲，我的囝，你若有智慧，我的心的确要欢喜。哦，你若有智慧，我的心的确要欢喜。要有智慧，所以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只有智慧是伫上帝遐来，所以咱的才能，咱应该是生活中间，互咱有智慧，会当做对每一项代志，互咱有做正确的判断。这是第一，思想正确，会晓明白是非，互咱做正有智慧的。第二伫咧讲起讲话爱正直啊，说话要正直。第16节特别讲起，一个思想正确的人爱会晓知影怎样收集资讯，运用其言谈之间。要安怎讲正直的话，这是一门爱用心来学习的功课。今仔来箴书第4章第12节，我想这个经文咱大家拢真清楚。讲无得因为你的少年，互人看轻，就伫讲话行达，伫仁爱，伫信，伫清气，做信的人的模样。保罗直接将讲话放伫所有德行的第一位，实在有真特殊的地位。所以箴言的作者讲起，你的嘴若讲正直的话，我的心也要欢喜。哦，你的嘴若讲正直的话，我的心嘛要欢喜。所以第二方面，咱的教导咱的囡仔的方向，就是讲爱互伊讲话爱有正直，这样就诚实的人。第三，就是讲通日爱敬畏耶和华，通日爱敬畏耶和华。第17节特别讲起，因为也有将来的报应因为有将来的报应，你的愿望也袂断绝
因为注中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致断绝。讲你啊，终日敬畏耶和华，因为注中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致断绝。这是箴言23章17节箴言第1章第7节，对咱的勉励，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第4方面就是讲，咱爱谨慎来交朋友啦，爱教咱的囝儿谨慎来交朋友。我想有2段经文，咱来读者箴言23章19节到21节，咱用华语来读。请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直引导你的心。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以他们来主，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这是箴言作者讲起。所以聪明的老母、老爸应该注意囝儿关心伊交朋友，互有好的环境。中国有一个孟母三迁的故事，咱拢真清楚。为什么孟母要3000？因为要选择互孟子有好的环境，之下来做教育，还来成长。所以讲，咱爱互咱的囝儿来谨慎交朋友。我对我的2个囡仔交朋友，我拢感觉真放心。我相信伊互我做选择。我有刚才甲伊讲起，你若交女朋友时，互爸爸妈妈先知影者，互阮熟悉者。爸爸袂甲你讲袂啦，互你去做决定所以阮的囡仔拢有照起工去做所以我嘛真欢喜真感谢主，我娶这样的新妇，我感觉拢非常棒，真的是上帝的赏赐有2个好新妇我想谨慎交朋友非常要紧我有看见我的囡仔是高中交的朋友，后来有一寡人带来阮兜，了后。有时遐囡仔拢甲阮上到食饭，阮食饭的时候祈祷，祈祷煞，伊讲哎呦，父亲，你们的家好好有一天我嘛想讲我会当亲像安尼，真感谢主。母亲，阮的囡仔的高中同学，因为来阮兜，我嘛亲像我的囝同款，嘛是互伊零用钱，我互零用钱嘛，互伊零用钱到即阵。感谢主，已经成家立业，而且全家信主。这是感觉真好。既然咱要安怎来选择好的朋友，会当帮咱，互咱囝儿袂行歪出来道路。我就看见我的囡仔有好的品行，会当引带伊的动作来信主。所以谨慎交朋友是非常的要紧。亲爱的姊妹。对箴言23章26节，要讲起，最要讲起啥？咱来读这一遍来。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好，直接咱好发现父母老母对囝儿有深深的期待，因期待囝儿会当将心互因。互囡仔会当共款，甲父母共款，欢喜行上帝道路顶面。我相信这是咱做老爸老母的必须要负起管教儿女的责任。第2面有讲起，父母需要用主的教训、甲境界来养起因。特别以弗所书第6章第4节父母必须懂得用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以弗所书第6章1节到第4节，所要谈论的是亲子关系是双方面的。但是囝儿必须要是主的内面听谈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是应该的，是正确的，而且是一个带应允的诫命。19届第5届讲要孝敬父母，但是这届是一个有应允，要互你得到福气，互你。在世间长岁寿，然后保罗提起父母这种重视教养的工作时，唔通安怎激囝儿的气啦，唔通互激
囡仔来受气吼。讲都着用主的境界甲教训来培养因啦，吼，用主的境界甲教训来培养因。所以父母若过头严格、无合理，讲偏心，就会惹激囝儿的受气。所以无论囡仔若是做无好，咱嘛毋通互伊来受气，毋通讲哦，该拍甲那个安尼吼，那是真的是不好。要安怎帮助伊用适当用主的境界甲教训来帮助伊培养伊，莫激伊气吼，互伊对心内会当来顺服，知影讲爸爸即款的管教是要爱伊好。一章言二章第6节就讲起，讲教养囡仔着用合宜的法，就医到老也无歪错。教养囡仔着用合宜的法，互伊到老嘛无偏离，无偏离，无腰转吼。啊，这个翻译讲教养囡仔吼用合宜的话啦，吼教养囡仔用合宜的法。这甲保罗所讲，父母必须要会晓用主的教训甲境界来养起因的意义是啥，拢是共款的。可见用主的教训甲境界是教养儿女上合宜的方式。现在兄弟姊妹，那安呢？咱在做老爸老母的，应该要安怎用主的教训甲境界来培养囡仔嘛？即只我有提出几点甲咱分享。第一方面就是讲，为着要教养儿女，咱来为着囝儿不断来为因祈祷，为囡仔教养因，咱来不断来为因祈祷。求上帝赐予智慧帮助因，真侪最，并将互咱真侪最好的父母，并且通过祈祷，互咱对囝儿的养饲会当接续。无暂停，并且会当拨出时间参与一囝儿的活动，表现对因的关心甲爱。特别囡仔有特别的日子，讲比较典礼啦，有啥物表演特别啦吼，咱做老爸老母最好会当去参与吼。第二方面，父母应该言行一致啦，吼，那讲身体力行吼。要身教，也要言教，都要。而且我特别讲起几项代志，我有特别解PowerPoint吼。因为父母望囡仔心性真慈，就将因一亲热的中间来中待，互因一亲热中间长大。因为父母望囡仔满怀信心，就着互因一鼓励中间来中待，因为父母望囡仔有正义感，就着互因一诚实的中间来中待，因为父母望囡仔会晓感激，就着互因一恶劣中间来中待，因为父母望囡仔疼人亲像家己，就互囡仔互因一团体的中间来成长，因为父母望囡仔明白事理。就着互因一才华中间来成长，因为父母望囡仔大方慷慨，就着互因一忍耐中间来成长，因为父母望囡仔前途美好，就着互囡仔一幸福中间来形成，来中待吼。所以伫这中间，咱们怎互父母，互他们言行一致，来帮助咱的细囝。互因看出咱的好的模样，互因当学习。这一切愿望，拢需要咱对家己来做起。对今日开始，要安怎互咱囡仔会当真侪，互心情仁慈、满怀信心、有正义感，会晓感激，疼人亲像家己，明白事理，大方慷慨，有美好前途的人，是咱父母应该有好的模范来管教。第三方面，就是讲做一个父母的人，咱那是是非规范、价值标准，才真明确。是非规范
价值观、价值标准爱真明确。父母做法爱一致，老母讲安尼，老爸讲安尼吼，囡仔毋知要听啥人吼。父母的教导要应该一致吼。第二，爱实际，不要做不到。哦，你可以讲今日考数学考50分，后边爱考100分，敢有可能？我真困难。50分摕过个来，及格就好了吼。慢慢吼，可以会当做会到。无做会到吼，囡仔愈来愈失望，算了，我就不要了吼。所以要真实际吼。然后第三方面，奖赏要分明，而且实惠，立即兑现。所以人讲画饼充饥了吼，就奖励就失去了意义吼。你甲伊讲，有要甲伊奖励吼。爱马上了，唔好讲好等哦，1礼拜啊，或2礼拜啊，他人就没有感觉的，没有什么感觉哈。好，这是第三方面哦，做者父母吼，是非规范、价值观标准爱明确。第四，这咱注意囝儿交朋友的情况吼，这是箴言23章19到20的教示。如果需要的话，咱来改变环境，帮助咱的囡仔来选择好的环境吼。拄像我已经讲起。第五，爱将咱的囝儿带到上帝面前。我想咱做一个基督徒父母上要紧的，上好父母上要紧吼，上宝贵的产业就是互咱的囝儿敬畏耶和华，这是上要紧吼。所以要将囡仔带到上帝面前，将囡仔送到主日学。互囡仔是主要中间，我想帮助你，真无很简单的吼，真大家拢吼老爸老母当时啊吼忝吼，爬袂起来，囡仔吼爱上主日学吼，若无咱老爸老母吼去甲伊带去吼，囡仔会困难吼。有教会体贴父母吼，有人去载，有教会是无即款安排吼。阮的教会是9点开始啦吼，阮是10点礼拜吼，所以家长一定较早来。阮有诶主日老师，当时会去甲因载，老爸老母也无用也是讲者，阮去甲载吼。这是无简单吼，会当囡仔对主日学青少年拢互伊去教会吼，这是爱咱父母爱定力吼。要互囡仔甲中代养成依赖亲近上帝，所以我上要紧的，阮的老爸老母甲我讲起。就是讲，成个主日、礼拜日一定要分别做成。所以拜六礼拜其实吼，阮拢超级教会了。拜六拢有青少年团契，佮圣歌队嘛吼。礼拜是做礼拜吼。我是讲这真要紧吼。我的囡仔嘛是共款，我的囡仔拢无补习吼。礼拜日吼，我拜六礼拜是都是到教会吼。我想这是互咱的囡仔会当谨守住。来受到教会真好的宗教教育，家庭的宗教教育拢真要紧。所以有一句话讲吼，宁可子女成为笨天使也不要让子女成为聪明的魔鬼好，第二项，不要把随钢琴、才艺、电脑语言补习放在礼拜日爱将囡仔礼拜日爱分别做成我对阮的国语礼拜堂，我的教导是讲吼，礼拜日大家做礼拜，亲近上帝；礼拜下晡尽量有亲子的关系。所以咱教有一段时间，阮打垒球，有咱学校也有吼。阮的教会，阮朝下晡吼。阮差不多阮的中职啦吼，拢教我同款。我在淡水才学网球啦，1990年开始学网球吼，因为阮的中职拢在拍网球吼，所以我就教伊拍网球。所以就讲家庭的中间下晡尽量，互咱有一个亲子的关系吼。下早拢是教会，只要受到真好的宗教教育。这是我对阮的教会这兄弟姊妹这款的教导了所以阮的教会大家真爱运动所以阮是运动会的时候，阮都每次都团体冠军大概都是这个很奇怪的
那牧师爱什么运动啊？囡仔大家拢嘛是爱运动吼，所以阮教会真正拢会晓拍网球吼，我嘛有办过10几年吼，推动亲子网球运动，有教阮学吼，大概有700人次啦吼，有700人次吼，这是推广吼，在推广吼。好，第三方面。咱做者老母的吼，会当甲咱的所有兄弟姊妹做老母的吼，会当三甲请教吼，要安怎来教咱囡仔？啊，毋过吼，别人的方法不一定是咱的方法，咱要安怎互咱的囡仔会当日进步？是囡仔家己比较，毋是甲别人囡仔比较，要甲咱囡仔比较吼。所以，亲爱的姊妹，是咱幸福家庭的主日的纪念礼拜中间。伊其是属灵的大家庭，咱要三甲主这倒时，咱搁一遍会当祈求上帝帮助咱，诚做老爸老母的人，拢会当有对上帝遐来智慧来驾驶咱的世囝，互因行是主的道路，互因到老嘛无忧错吼。我想这是真要紧，互因当诚做上帝甲人共同欢喜的对象。我相信这是咱做老爸老母最大的心愿。我望所有诚做人敬义的人，若是一母亲节、一爸爸节来纪念感谢父母对咱的疼甲照顾，也应该是每一个生活中去体会父母的辛劳。更加重要是爱咱诚做人的敬义的，爱是主的内面听从父母，孝敬父母。那安尼必然会当得到上帝满满的祝福，因为孝敬父母孝敬你的父母，这是头一条有应允的诫命，要互恁形同长岁寿伫世间。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是幸福家庭主日特别的日子，阮三甲为着每一个囡仔来祈祷。为着因为着阮遮做老爸老母的，会当一教会中间属灵的父母，也三甲来祈祷来守望。亲爱的主，阮相信父母带予家庭真大的帮助，对教会、对上帝的角度，拢是何等的宝贵。所以，阮相信父母常常真多对敌的攻击对象，攻击做父母的身躯心灵。甚至攻击因的家庭，求主帮助阮，互每一个倚靠上帝大权能、大权能、大气力，互因真侪勇壮的人，会当穿着上帝全副的战甲来保守、因带、培养这世囝。亲爱的圣神、三位真神，求你保守因所有父母。身躯心灵拢会当勇健，会当是上帝的日子，帮助互阮诚侪有智慧的人，会当来教示咱的世囝，互所有的世囝会当来孝敬父母，互阮的家庭充满上帝恩典满满，是阮每一个人中间，当通过阮的家庭来为着主做美好的见证，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